大家好，我是谢雷。一会儿有上海工商外国语学院的学生来采访我，像这种采访啊，我这些年大概经历了几十次了。很简单，就是帮他们完成作业，很多时候都是帮助他们完成毕业的作品，一些论文的答辩。其实我非常清楚，现在的大学生也好，还有研究生，他们都非常的卷。很多为了学分，或者说是一些毕业答辩要通过，他选的这个题目啊，必须要冷门，因为正常的题目大家都去做，那么就很难脱颖而出。所以很多学生都选择了非遗、曲艺、苏州评弹，就这种题目比较容易通过。但是问题就在这儿，冷门就意味着周围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少，甚至很多学生自己根本就不了解这个。他们一开始选择去采访一些大的团体，但是大团体人家根本没有时间来搭理你。我认识的很多研究生，他们曾经也试着去采访过一些德高望重的大演员，但是最终发现约都约不上。你不是一些大的电视台，不是央视，人家根本就不理你，而且都是学生，也没有资金，人家凭什么免费接受你的采访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些学生最终全部被我接收了。这就是我过去3-4年一直在做的事情。这张照片是之前帮助很多外国留学生完成他们的毕业采访，这是之前给天津的研究生辅导苏州话论文，这是给广东的研究生辅导吴语韵母，学生也把我的名字放上了论文，最终答辩通过。今天这批大学生要到了，现在我去开门。你好，你好。这是你们拍了这个平台视频之后要发到哪里？我就问你吧。这是全国大赛的一个视频。这是你们学校组织的是吧？对的，是一个全国大赛，用西班牙语，然后来介绍平台，然后传到全国各地。就相当于我刚刚那段采访，你们要翻成西班牙语。对。这是你们俩都会说西班牙语是吗？那么说两句吧。就比如说西班牙语当中的苏州评弹怎么说？我很喜欢苏州评弹，用西班牙语我听一下好吗？我从来没有听过人家说西班牙话。Me gusta mucho 苏州评弹。Nice。朋友们，采访结束了。他们刚刚采访了我大概10几分钟，我也唱了几段评弹。他们要把这些都翻译成西班牙文，是要发到国外去的。很开心，朋友们，这些就是我认为很有意义的事，所以我会一直做下去。希望我们的民族文化可以传播得更远，越来越好。